大家樂同大快活點解咁鬼似嘅？呢個係我一路嘅困惑。點知近排先意外發現，原來唔止個名似啊，佢哋個老細仲似啊！因為呢兩位老細正正就係兩兄弟，人稱八叔嘅羅騰祥同埋九叔羅方祥。唔單止啊，原來佢哋嘅親生大佬七叔羅貴祥，仲係維他奶嘅創始人添。喺上世紀60年代，維他奶嘅員工55歲就可以退休啦。當時已經53歲喺維他奶任職廠長嘅八叔羅騰祥，覺得自己呢一世人都未做成過一件事，非常之唔甘心，所以就把心一橫，同大佬講咗一聲我唔撈啦，就拉埋大佬個仔羅開木風風火火咁搞咗間假髮廠。點知佢啱過退休年齡，就因為追唔翻啲尾數而執笠收場。佢大佬可能一路飲住支維他奶，一路喺度感慨，唔驚二世祖玩物喪志，最驚二世祖雄心壯志啊！好彩嘅，佢哋幾兄弟叔侄之前夾錢開咗間餐廳仔，靠住3毫半紙一個嘅西式牛肉漢堡包賣到大排長龍。呢間餐廳仔就叫做大家樂。已經冇乜退路嘅佢就的起心肝，專注做餐飲啦。佢覺得喺中國人嘅社會點能夠只買西餐呢？因此亦催生咗港式創意嘅典範，中西融合嘅大家樂招牌菜一哥焗豬扒飯。同時因為經常唔夠人手啊，佢哋就嘗試引入美式嘅自助服務，點知俾人鬧到七彩，因為要自己揸兜去攞飯就好似乞衣一樣。你要知當時麥當勞同埋 KFC 都仲未殺入香港，不過隨住香港經濟嘅慢慢起飛，快靚正嘅優勢終於吸引咗一大班得閒死唔得閒病嘅香港打工仔啦，令到大家樂真係做到咗黃霑所寫嘅廣告詞。大家樂係香港人嘅大食堂。但係直到幾兄弟叔侄開到第3間鋪嘅時候，先至意識到咁樣一人管一間根本做唔大，係時候要揾翻個隊長啦。不過九叔就唔鋸啦，因為佢啱退休出嚟搞生意，竟然仲要聽人支笛，所以就同佢個仔去到荃灣眾安街另外開咗間餐廳仔，個名就叫做大快活。兩兄弟從此變成咗最熟悉嘅競爭對手。大快活嘅經營策略好簡單，就係大家樂有乜嘢我都有乜嘢。你有一哥焗豬扒飯，我有阿活焗豬扒飯啊！你賣廣告話要為你做足100分，我又賣廣告仲要大快活精神，挑戰無限分。你北上深圳開分店啊？我直接殺入北京開分店喎！就咁樣明爭暗鬥咗幾十年，冇諗到呢兩間餐廳仔真係發展成為兩間連鎖餐飲上市集團。佢哋兩兄弟看似水火不容，其實唔聲唔聲做大咗成個家族嘅快餐版圖。不過盛行兩餸飯嘅今日，佢哋仲可唔可以繼續做到我哋大家嘅大食堂呢？咦，呢碟焗飯好似好好味喎！孫女放學最中意食。你都幾好記性㗎喎，你仲記得啲咩啊？佢好惡嘅，喐啲就亂發脾氣。個樣係咪咁㗎？原來記得嘅唔需要多，只要我哋心底入面仲有大家，有大家就有大家樂。